林寶樹南投分署甲信義鄉的部落協會，佇個巴庫拉斯的舊部落建立一座傳統的蠟寮，唔但象徵着國產木材的善加利用，嘛要讓當地族人會當傳承布農族拍蠟文化。巴古拉斯本輪傳統蠟寮正式啟用，來到卡城郡巴古拉斯的舊部落，所使用的攏是台灣的在地插頭，用實際行動來實現本輪的文化傳承。布農族傳統技藝是最好的一個實現哦，我們希望後續也能夠跟我們部落這邊繼續來做整個相關的一個國產材的一個推動。獵寮的成立，那是開創了我們濁水縣一個新的指標哈。蠟寮是本輪佇咧拍蠟期間會當休困，也是單台傳統建築，即馬嘛會當成做推廣文化的教育平台。那這個地方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我們布農族整個的祖居地，在這裡成立獵寮有非常大的一個意義。啊，未來規劃的一些自主管理的課程，能夠讓他們去體會、體驗有關獵人相關的一些文化。希望透過公部門甲部落合作，達成傳承文化、加山林強國的目標。Hello， 我是莊慧琪。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